全新吉屋3房90平方，朝南向睇海景，有山景。我覺得個人嚟講呢個景觀我 OK 嘅，但係咧後期會唔會起屋啊？唔知啊，反正而家係暫時冇嘅，未住過全新嘅，買翻嚟到而家差唔多有8年幾啦，未住過7年幾8年，樓層又 OK 嘅，高層，廚房同埋收陽台嗰度好大嘅，連出去嘅，可以打通。3個房係中規中矩啊，未住過嘅，你睇下 OK 嘅，其實3個房每個房都有光線嘅，剩低2個房朝南，1個房朝西 OK 嘅，其實主人房咯，主人房呢度如果你唔中意，可以打平過去，可以做闊啲睇海景。朝南嘅光線係 OK 嘅，因為呢套樓業主未點住過，賣翻嚟嗰陣時80幾，而家賣40幾7頭，價錢 OK 嘅，我覺得位置又 OK， 就唯一差少少嘅話，可能就係靠馬路少少，因為佢隔離嗰度仲有爭，唔知會後期會唔會起身，可能會，但係而家咁嘅經濟冇可能嘅，未來幾年都唔會噶啦，但價錢可以4000幾。唔算高咯，即係又全新嘅，未住過嘅 ，OK 嘅，有諗法，私聊我。